大家好，我係天恩，我係羅班，我係 Penny。天父愛你，主耶穌愛你。你愛唔愛主呢？而家等我哋用說說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靈修，一齊踏上同主相遇嘅旅程。如果喺當中有被經文或者分享感動嘅，請記低。而家請細心聆聽主嘅話語。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13至17節。主所愛的弟兄們啊，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，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，叫你們因信真道，又被聖靈感動，成為聖潔，能以得救。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，召你們到這地步，好得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們要站立得穩，凡所領受的教訓，不拘是我們口傳的，是信上寫的，都要堅守。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、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，安慰你們的心，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。有人分享到，當佢嘅細路仲細嘅時候，佢成日會喺佢哋瞓覺之前同佢哋一齊祈禱，但係有陣時喺禱告之前，佢就先會坐喺床邊同佢哋傾下偈。有人仲分享到，佢曾經同佢個女講到，如果我可以令到世界所有4歲嘅女仔排成一行，我要沿住個隊伍一個一個咁揾你。睇過一整排嘅隊伍之後，我會選擇你嚟做我嘅女。有人嘅女聽到有人咁樣講，面上露出大大嘅笑容，因為嗰陣時佢個女知道佢係特別嘅。如果嗰一刻對於有人嘅女嚟講係值得佢開心嘅，咁當我哋諗到嗰位創造宇宙嘅上帝滿有恩惠嘅，從起初揀選了你們，叫你們能以得救，其實更加值得我哋歡慶。早喺創世之前，神已經渴望令到我哋去歸屬於佢。呢個都係點解聖經當中成日以兒子嘅名分嚟描述呢個奇妙嘅事實。喺我哋一無所長、一無所值嘅時候，神佢已經揀選咗我哋。呢個係幾咁振奮人心嘅消息。我哋係被主所愛嘅，並且成為主佢屋企嘅一份子，享有佢所賜嘅恩惠。知道呢個無比榮耀嘅事實，就足以叫我哋嘅生命充滿謙卑同埋感激。因為喺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16到17節講到，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、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，安慰你們的心，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為可以成為你嘅兒女而永遠感恩，更加感謝你一直愛住我哋。求你幫助我哋，並且教導我哋謹記歸屬於你所享有嘅一切恩惠，並且令我哋可以喺你嘅家裏面忠心嘅服侍你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謝謝你揀選。